劳动节连假各地景点拢出现真侪人阵。伫合欢山的满山红，最近火势当地大开，来收火的人是踢倒街，造成母领大塞车。即马中华花坛的好山岩的金针嘛，当地咧开花。另外去小琉球佚佗大放的情形，会当讲是拢朝朝满景。有业者都预估，即届差不多有2万人去遐行踏。高山道观开甲真水，游客摕起相机，就想要翕到上好的画面。但年这个时阵，就是合欢山的道观开季，现在拄好阁是劳动节连假的期间，嘛有山顶的车流塞个满满。花季期间请用路人要避开像是石门山、松雪楼等等这些拥塞的路段。警方表示，连假山顶的车流涌现，加上袂少的路段拢有车辆临停，阻碍着后壁行车造成塞车。以母岭停车场甲石门山路段较塞，并且环境加强机动管制。伊伫中华花坛好山岩，满满的金针花海，嘛吸引大批游客来看花。这边人还有这个雾，还有景，我们觉得都还蛮好的。以前涨50几台时，就将近就超过6000个啊。庙方表示，这花季比花东地区较早，嘛有游客使来分流，提早到中华就会使来看到金针花海。目前大约开了3成左右，预算5月中旬达到上高峰。不过这次连假，看花人潮就已经满满，这个离岛的小琉球，4个人潮拢是排甲满满。这是我们在台湾本岛比较吃不到的东西。那之前来了好几次都扑空，因为人龙太长。当地业者估计，连假期间天气真好，加上疫情解封的出游潮，小琉球大约有2万人来登岛。那民宿大房率将近100%，租车嘛是一车难求。虽然为着当地带来商机，不过民众出游嘛是要加一寡耐心啊。记者南投中华屏东报道。人讲